在这笑呢，人家在哪呢？没放，告诉他。什么房？很熬，那个米咯。Next day window. 會正咗啊！繼續啊！到晚添。Can I come?
好棒啊！哦，出了。在在那个在陕西，在这旁边，我还从那我们这边，其實哦，好似頭做你整語文度啊，你學班都好好嘅。前水肉没错。招牌菜提醒您，对待营业员，家人都是少了一个就是大家天注意，携带好随身物品，防止晕机。各位乘客，高铁是保证乘客生命安全的最高救生设施，通信超机口。